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风台外围环流所带来的风雨，已经严重影响到小琉球了。那这个大影渗入去岸边，甚至冲上岸，把港口吞掉。道路顶嘛散真侪树枝甲石头，甚至参护栏嘛吹吹断，规涂骹拢是残骸烂土。若是骑车，都要骑真慢，驶过遮的障碍物。海涌一波接一波，激流足悬，一直拍向小琉球的港边。后一秒，向冲上岸，淹过港口。边啊土地公庙外几60公尺远的海涌，又要冲来到庙头前，民众冒险看海涌，却互升起来的水花踹一条，赶紧逃走。小琉球的街路顶，树枝甲石头落甲规世界，土骹拢是土沙，树叶和大风掀甲一直海，风台就也未入来，风就已经接透啊。居民骑倒摆，速度就爱放好慢，因为唔那树根断根，就连那些护栏拢互大风掀甲断去，看出来威力真大。风雨已经开始在增强当中了，我们都会跟我们的会员啊、乡亲，就是请大家尽量待在家里，不要再乱跑了。海涌起起落落。虽然今日日早起无啥大雨，严过山岛至风台步步进逼，大风掀起着东影，提醒民众无代志也是莫出门，注意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